下，向无极楼行3几公里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坤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开班，听义义和，经上115年，经上经上班开始，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坤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恭请父前人执杯。恭请父前执杯，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父前好。父前好，请坐下。来，咱我们说，咱那个，父前各位组长、主席，都咱同学一点，大家好。父前人好。希望今日事件，咱今年2015年、2026年，也是咱第一班的青少教育，咱的征战班。当然，若要讲起来，这个青少征战班啦吼，应该是咱市发上班处，离过去佛陀伊40岁，是针对着这个菩萨，这个摩诃萨伫咧开班。咱嘛知影讲，因为咱平个班处分做真济个班处，第5个升专班、菩提心慧班，像咱个体育班，咱个美术班，种种个班处真济。不过这是用应众生的需要，而咧开个班。毋过呢，咱有去想着讲，咱一年有4班的这个征战班有无？那时咱会感受着讲，过去的班都一大堆太多的征战班。毋过咱会了解，征战班和一般顶。咱互我拄则讲的，这班完全无相像。什么叫做精？迄个精，迄个清香，迄个清就是无量的意思。迄个香就无能比较香的物件。简单讲起来，咱今日是个清香，换做一句话来讲起来，咱拢已经入了这个菩萨班的班数。简单讲起来，咱每一个人。拢是一个清香、入过受戒的一个菩萨，所以这个班处，若要讲解说起来，嘛是一个真殊胜，嘛是针对着咱即阵清香的教育。后边两句话叫做精，叫做赞，迄个赞，若国语叫做赞，若台语呢叫做达，叫做精达班。迄个精。就是讲叫做精益精益求精，换一个解说，咱就是已经达到了对自身中、对生命中、对咱的解决中来讲起来，有认真的研究。迄个当就是参像迄个水无力量的意思，这个当就是参像水无力量的意思。简单讲起，迄个水是一个真清无量，安尼叫做清淡班。那因为这个清淡班，有人拄则讲，拄则对咱的体育班所以下的班处，因为无一班甲叫做清淡班，唯有着咱一班叫做清淡班。
那这摆是应着咱头仔过去捌咧讲，应着即阵大凡众生来咧开办，因为咱真是每一个是众生，咱毋是佛，咱嘛毋是菩萨，但是因为咱还阁是咧修的即个过程，毋过呢，你已经入迄个清口院，入清口院，换一个解说，就是已经进入孙师傅的肠胃内。你是师尊师母的弟子，你是老祖师的弟子，你毋是师尊师母的信徒，你嘛毋是老祖师的信徒。这个我过去嘛真正一直咧强调，你毋是一贯道信徒，你是一贯道老祖师甲咱师尊师母的弟子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你已经是入门内，你毋是入门外。毋过呢，这个班处。是针对入门内的人，入门内的地主咧讲的法，伫咧宣发，这点你一定要了解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因为我拄则讲，咱随时，咱的政府，咱这个马铁，啊，搁离这个反新的马铁，甲咱讲起来，咱也是一个众生的马铁。毋过呢，因为咱所立的志向，甲立的愿。毋是众生的愿，毋是一般的愿，你立的愿叫做菩萨愿。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你凡夫要做菩萨事，要做菩萨的工作，安尼叫做离佛，甲咱讲叫做大凡众生。顶凡再加一个大咧，那叫做大凡众生。无咱一般顶头讲安怎讲？咱是众生，咱是众生。咱是凡夫，咱是毋是安尼讲？众生就是凡夫，凡夫就是众生。因为凡夫是叫做凡夫，凡夫就是犯罪来到这个世界。咱逐个啥物人无犯罪啦？你甲我讲，大罪小罪，大罪小罪啦所以各人就拢犯这个业来，犯这个罪来。毋过呢，你是作幸运呢，你嘛做有福报的。你今日派罪派业来到这个众生，你会当做一般的地主，拄啊离佛法末法的时阵，末法时期，是咱一贯道正法时期。这个时期对红阳转白阳这个时期，你会当来得到，你会当来转世。你今日毋是一个一般的凡夫的众生，咱一定要肯定咱家己。随时你今日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所拄着，你所面对着，什么环境我拢无管，但是你一定有原因啦。你所拄着，你所面对着，安怎我无管，但是你会当留在遮入清口院，你会当留在遮做老祖师的弟子，咱师叔的弟子，你一定有原因啦，绝对有原因。无原因，你袂来到这个所在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离佛陀，你毋过应当甲你讲，用文前世因，今生修正心；用文后世果，今生修正心。意思话就是讲，你要问你前世因，你这世来的是，那安尼，我请问咱各位，你会当来到道场，你会当来参考，你会当来得道，你会当做老祖师的弟子，这是毋是和前世有关系啦？所以佛离金刚经离第六本当甲你讲，说的当地是人，故为一佛、二佛、三世五佛而成成因，甚至已有无量佛所证诸成因，乃至一量的成就真正，伊才来讲，说的啊，这阵人当地是人啊伊的意思讲，你讲这阵人。这阵人是对阵人，佛离末法的时期，离一贯道正法这个时期的这阵人，安尼听无？就是我甲你讲的，恁现在的这阵人，你这阵人是安怎？敢无原因来到这个世间吗？敢无原因来得道吗？敢无原因来修道吗？毋是无原因，你甲讲，当地是不一佛、二佛、三世五佛而成成因。甚至已有千万不了，这个话来讲，你叫我说服过，你叫我能说服过，你
你用到3、4、5分过啊，甚至无6000分，你来到这个转世，你拢8分嘅，你拢有全部付费。这个概念你要了解，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物件。或者你说，你今日唔是贫苦无愿意来，迄日我若听着道亲，你甲我讲有人踮个书里简单咧讲离道中所布施叫做功德啦，离外围布施叫做福德啦。我听出话真个够电话，若小人或者较无能力、较无能力一定错就对啦。离咱道中的布施财施叫做功德啦，离外口布施叫做福。这个概念，咱逐个一定要拍好，因为反正你用财去布施的，拢叫做福德，迄唔叫做功德。若安尼，我请问你。娘母第3世，3日是5日是暗，有好功德。但无讲是无功德，敢是安尼？我着3日是5日是暗，我做遮好事善事，强养本，强养心，强养法，我拢强养会，是安怎我拢无福报？无啥物叫做福报？听好，但无讲精力妙远，退出功德。你是功德不实世，这句话直接讲到你的出身来。一贯的地主，就是了解这物件；一贯的地主，就是要争取这物件，政治妙远。迄个政治妙远，就是伊的自性中内底当中有一个真妙用的迄个定义的。迄个政治，政就是无量的意思；迄个治的定义，政治妙远，妙不可言。第句咧，咱甲你讲退出方式，迄个退就讲自性，迄个就是完全无力量的物件，迄个你的自性。对你的自性产生出来你的地位，叫做自性妙，退出方式。伊第3句咱甲你讲，你是功德，迄个叫做功德不实世。那做安怎讲？见性是讲平等是德，内心听啊是讲外形有类是德，有无？这是毋是讲你外口福报？毋是。伊讲你内底修养，甲你内底名声，甲你内底地位，你讲这物件，毋是讲外口的物件。一般人道解说，如果今仔日你过去做过修福，你这世人来到这个道场，完全要做这项，你免来，你嘛唔到遮，因为你过去的规划只是个过，毋是咱到遮要规划的。所以呢，因为咱对咱自身中，对咱家己，确实是改变。改变，但是呢，对你有帮助。但是离你今日袂耽误着你过去拥有，甲你这世人的转世，你昂扬了得归家己，转向白牙青物啊，你就准。当时安尼，应该讲我清楚啊。那安尼当中，应该呢有足较热，我嘛甲你同意。原因，咱有甲你有这个帮助。刚才讲嘅，你每一个人就是大圣众生，换来解释讲，你上圣人要做大实事。你今仔日唔是咧向人动叉这项目，其实这学会对你的自信中来讲无帮助。这叫做动叉，这叫做社会文化。咱的国家社会文化，所以那个文化性嘛，这是对你心情。所以希望讲咱今日，你这世人来啊，你爱确认你的目标，爱了解你的目标，你爱的物件，你唔是要动叉，对你家己去要求。今日你若对你家己去要求，什么人都无走，什么人都无法度改变，这点你要确定。所以嘛，今日咱道场不管事分，咱就一定。设定足侪班数，一定咱提醒，一定咱教育，一定咱勉励。这处的这个青春教育，咱今年拢用咱地方的表演书，咱地方的表演书来教育。所以今仔日用咱方清平表演书，来咱处理第一班上呢，方清表演书来处理。这个当中啦，
我相信大家拢已经到这个意见了，尽量用心来听吧，嘟啦吼。但准备这个课咱准备一久的时间啦，咱往做咱这个吼，任何意思。好，来，感谢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请起。感谢护前人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感谢护前人慈悲。